時嘅 movement 凳嚟嘅。咁佢有碌啦，可以方便咧喺屋企移動嘅。佢有個掣可以全部 lock 住佢啦，而且佢呢一個咧亦都可以咧個腳踏自由咁樣調校角度，咁亦都可以背部，亦都可以咧挨後嘅，咁又可以方便翻用者去睇下邊個角度比較舒服啲。咁佢有個頭枕，而呢一個咧亦都可以咧唔要又得，或者去擺落去自由翻調校翻都可以嘅。除咗可以校，即係可以個背部同埋個腳部可以任意調校以外，佢呢一個咧亦都可以任意調校呢一個高度嘅，甚至都去將放低晒。咁當嗰個用者如果唔係咁方便行動嘅時候，咁佢就可以方便由呢一度直接由張床咁線落去呢一邊咁樣啦。而且佢仲有一個咧餐桌板嘅，咁樣插入去就好可以噶啦，好方便，咁又可以好美觀咁樣咯。咁佢方便佢喺上面食飯啦，或者睇書啊等等都可以嘅。呢個比利時嘅 Moment 凳，佢最主要嘅咧係因為人體工學設計，而佢呢一度咧個背部可以睇得到咧係完全咧貼住張凳，所以其實就會坐得好舒適嘅。頭枕咧亦都可以因應翻佢嗰個頭部嘅需要而調校佢個角度嘅。咁當佢起身嘅時候，因為佢呢一個位置好貼，所以當佢起身嘅時候，其實佢亦都可以好舒適咁樣起到身咯。